虔诚的听众牛杂，现在是情感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继续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已经解说甲正文第57页，已经解说甲正文第57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8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8节，就是解说甲自性入境起18境。即马应该要来说来解说下面，下面就是入恶用即众生用，善用即佛用，用有何等有自性有。这呢就是伫咧说明啊，六根、六尘、六识伊的作用，那就是名叫做讲做三科法门。这个三科者，就是咧指五音啦，以及甲12业，以及甲18界等。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就讲，假若自性若是邪呢，就起18邪；自性若正呢，就是起18正。自性本来呢，哪里有邪，哪里有正呢？因为在前面有讲18界啊，是将自性起用。那事实上，这个18界，伊的根本啊，是在第八阿赖识，那就是在前面所讲的自性灵含万法，名含藏识。啊，这个第八阿赖识呢，是真妄和合识，啊，就是讲自性受到无明的染污，真妄和合变成啊第八阿赖识。这个第八阿赖识呢，就变成搁再一变再变，那就变成有咱这个世界啦，有众生等等。伊的根本呢，就是自性，所以才提出这个自性出来说明，讲自性入邪起18邪，自性入正起18正。意思就是讲，这个自性伊发挥的作用，但是透过妄识呐，当然啦，作用呢就变成偏邪了。那这个自性呢，毋是透过妄识，自性呢直接啊自己的智慧来发生迄个妙用，那当然就变成正咯。咱应该是安尼解释才对。袂使甲伊当作讲自性实在本身有正，或者是讲有邪的意思。一边讲入恶用即众生用啊，善用即佛用。讲即个用呢，那是变成一种即个恶用，也安呢就是属于众生用。也若是善用呢，就变成佛用。那意思就是讲，由这个自性所起的这个作用，那是受到无明的妄染，变成啊这种的恶用去，安尼就是变成众生啦。也无受到无明的妄染，由这个自性的功能来发挥迄个妙用，那变成就是一种的佛用。
即个恶用即种成用啊，善用即复用。我想在即个所在，会使咧摕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啊，起来说明。譬如讲，一支刀，这支刀呢真利啊，也会使咧甲伊恶用，也会使咧甲伊善用。比如讲是一支塔菜刀啦，或者是讲一支伫咧下果子、伫咧太果子的刀啊。啊，这支刀啊呢真利，要你若是讲摕来下果子、太果子，啊即嘛果子下太咧，要摕来去建佛做，安尼呢，咱会当好啊，因为建佛来得到福报。或者是讲，即个刀啊，咱摕来切菜啊、煮菜，啊，即个菜煮做咧来做净菜来净佛，那嘛是有福报咯。那这就是遮所讲的善用即佛用啦，可以安尼讲法。甲恁讲，你一个人呢，伊起一个凶恶心，做即支菜刀，或者是做即支果子刀啊，摕来杀人，将人甲杀死啦。啊，就变成恶用。那这个刀啊本身呢，实在是一种的武器，一种的重用，也毋是属于善，也毋是属于恶的物件。就是你要甲用的人，安怎样甲用法？你若是讲一个善心来用这个物件，那就变成善的啦。甲人讲，你起一个恶心来甲用，来变成恶的。哦，这个善恶的作用啊。我安尼来甲伊披露，应该呢是真正容易了解。所以伫遮所讲的即个就恶用、即众生用、善用、即佛用啊，那就是讲即个自性随缘，那是随着染污缘呐，就变成恶用，那就变成众生。自性若是随着清净缘，也起即个好的作用，那就变成佛用啦，变成一个佛的妙用。一边讲用有好定啊，有自性有。讲这个用是有好定，有好定意思就是讲是有恶呢，或者是有善啦。那么这个善用、恶用，伊的结果是不同。但是无论是善用也好，无论是恶用也好，乃是啊有自性有。有这个自性有的意思呢，就是讲，无论是恶用，无论是善用啊，应该呢是由于这个自性所发起的作用啊。咱每一日在这个日常所起的五阴、12业、18界等等的作用，拢是将这个自性的本体啊。所产生出来，因此呢，必须啊自性自度，毋是讲咱啊爱去靠别的物件来。六祖慧能大师，伊咧讲一切法啦，拢无离开自性啊。咱都要了解六祖慧能大师呢，每讲一个法，拢不离自性的道理。所以连讲这个善用啦，或者是恶用啦，结果啊，也是啊，以这个自性为根本。那是约教文下讲起来，就是讲真如随着清净缘变成好的作用，真如随着无明的妄缘变成歹作用。也无论是好的作用，无论是歹的作用，乃是由自性有，就是讲这个自性呢。随缘呐，所显现的物件啊，伫遮所讲就恶用即众生用、善用即佛用啊。我搁再想起，咱迄阵是科学上的一个问题，咱迄阵是都拢了解啊，即个原子弹，或者是讲核子弹，即个物件呢，杀伤力啊，非常的厉害。也可以讲对咱人类所造成的灾害啊，非常的严重。你看，在差不多40年前，日本呢想要来霸占全世界，
结果呢，伊就凭伊的军力占了一大片的土地。但到尾因为美国先发明了原子弹，一粒原子弹甲伊弄对广岛，一粒原子弹甲伊弄对中极，安尼日本投降整个的世界局势因此去改观那这个原子弹在迄个时阵，迄个杀伤力遐尼真厉害。现就是在广岛迄个所在有一个和平纪念馆，内底呢有真正侪原子弹爆炸了的遐相片看了甲真诶非常的可怕。也有即个原子弹爆炸的遮物件啦、衫裤啦等等伫个所在展览。比如讲人受到即个原子弹的灾害等等啦，拢伫个所在展览。展览的目的是要创啥物呢？就是要互人了解讲，即个原子弹就是遮尔只可怕。就是讲毋通战争，一定要和平。所以日本人若讲到战争，足惊也足反对。那即个原子能，就是讲即个原子的即个能力，在发明原子能即个人伊并毋是讲要自即个原子的能力，即个作用用在迄个战争的方面，毋是要用在即个战争的武器方面。伊发明的人就是讲，咱即个世界，即个宇宙间有遮尔正伟大力量。自即个呢摕来要来创造咱更加搁再较美满、较好的即个世界。就是讲将即个原子能本来呢是要作为即个无福人类的好的用途去。哪里会知影伊怎么发明即个原子能了？所互一寡遮野心的军事家摕去做即个原子弹之类，也杀伤着遐尼诚严重。在40年前，一粒原子弹落整个广岛起了。那现在是核子弹搁较厉害。现在是迄个核子弹的杀伤力，那像讲咱台湾最北端甲最南端差不多400-500公里，安尼呢，可能一粒核子弹弄落都油啦，整个拢无了去。你看现在是这杀伤力搁较严重。那这样严重的物件，这结果就是利用到这个宇宙间真正不可思议的迄款的这个力量。那么这个力量，你甲用对好的，就变成和平的用途；用对歹的去变成造成人类灾害杀伤力。安尼讲起来，这个原子能的本身呢，也是一种的中庸性，就是讲伊本身呢，也毋是善，也毋是恶的物件。因为你用的人安怎该利用？利用对好的就变成善，利用对歹变成恶。所以原子能该恶用就变成众生用，就是众生互相争霸、互相争夺。那善用呢，就是福用。假定讲若是好好将这个原子能应用无求人类的福利方面那安尼岂毋是咱这个世间会变成一个使用叫世界遐尼正好的环境呢？我想摕这个例来说明这个叫恶用即众生用，善用即福用应该呢，咱会当好更加进一步来体会这个道理。那我即马讲到这个所在，要对这段文搁再来做一个结论的补充。就是讲，咱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这个佛性呢，有伊本能，有伊功用。这个本能功用，咱是要该发挥好的出来，或者是要该恶用呢？那恶用就是讲，咱有贪嗔痴烦恼，咱的佛性的功能，本来伊所发出来是好的作用。不过呢，经过这个贪嗔痴的这等等的烦恼安尼佫一变出来就变成迄个毋好作用来，那就是众生的作业所以咱应该呢，就是爱尽量会当使咱这个佛性来发现、来发
来显现着伊即个天然自然的迄个妙用。那安尼当然咱也就是爱有选择迄个好的环境，在迄个好的环境中，才会当使咱即个佛性会当发现迄个善用出来。因为即个所在已经讲甲真清楚，用有何等是由自成有。即摆咱所来讲下面一段，下面一段就是副作品内的第3段，就是咧说明36个对法。下面正文就是对法，外境无前5对，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明与暗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此是5对也。法上语言12对，语与法对，有与无对，有色与无色对，有相与无相对，有了与无了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幻与性对，精与俗对，老与少对，大与小对，此是12对也。自性起用19对，长与短对，邪与正对，痴与非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知与独对，戒与非对，得与曲对，实与虚对，险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常与无常对，悲与害对，喜与真对，邪与见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法身与色身对，化身与报身对，此是19对也。即摆这就是说明36对。这个36对外境的无情呢有5对，法上语言12对，自性起用19对，合起来呢就是有36对的咧。那这个36对就是该分做这3项。第一就是外境无情方面，第二就是法上语言方面，第3就是自性起用方面。那其中所讲的迄个外境无情，那就是咧指这个世间或者天地啦、阴阳等等那么从这个所在来讲出伊的对立的语言。咱即马来解说这段的部分，对法外境无情5对。这个对法就是讲这个相对之法，在前面讲啦，就是讲动用36对，就是讲这个相对之法。那这个相对之法啦，那是外境的无情呢，是有5对。这个无情就是咧指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外境无情就是咧指这个世界环境啦。那这个世界环境呢，有5个对立的名称。这5个对立的名称是啥物呢？天与地对。天甲地这是相对的物件。天伫面顶地伫下面，叫做讲做天与地对。咱过去伫咧考教的时阵也常常呢做对咧，互迄个考生去对，就是讲要考教的考试官，比如讲天是甲啥对，伊就讲甲地对，这就是叫做天与地对啦。第2对就是讲日与月对，这个日就是太阳啦，月就是太阴。就是讲这个太阳是甲什么对呢？是甲这个太阴来对，叫做讲做日与月对。再一个就是明与暗对，
即个明甲暗啊，这是一种诶对立诶物件。搁再过就是阴与阳对，即个阴甲阳，这也是对立诶物件。搁再过就是水与火对，即个水甲火呢，这是一种诶对立诶物件。讲处是五对呀，咱必须了解即个对立者，就是讲这呢是一种诶对立相反。比如讲天，这是高高在上；地呢，这是在下面，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天啊，无可能讲走对下面来；地呢，也无可能走对面顶去。天一定是伫真悬的所在，地呢一定是在下面的所在。所以你若是头壳压倒去，只有看到天；你头壳若是讲犁倒落来，只有看到地。绝对无讲你头壳压倒去，你阁看到地，无这个道理啦。那这个天甲地这两个呢，是绝对对立的，绝对呢袂当好做一伙物件，也可以讲就是不相容啦。第二，这个日甲月啦，也是同款的意思。比如讲日时头甲暗时，太阳甲太阴，咱有看到迄个太阳光，就无看到月亮；暗时看到月亮，当然就无看到迄个太阳光。所以太阳光甲迄个月亮啊，乃是一种互相对立的物件，也无迄个讲。太阳甲月亮是做伙。第三，这个明甲暗对啊，这境界呢过来较清楚。若毋是暗就是光，若毋是光就是暗。所以比如讲，一间室内啊，非常暗。在迄个时阵，你只要甲点一个火啊，迄个火一个光起来呢，迄个暗啊就随时无去啦。也咱日时头光光，即马甲暗时呢就乌暗。为什么呢？因为太阳光走去了，就无光啦。变成讲迄个光去暗就来，也可以讲暗一个来呢，光就去。所以这个光甲暗，伫遮所讲的明甲暗这两个物件呢，这是绝对是对立相反的物件。有光绝对就无暗，有暗绝对就无光。光甲暗呢，这是无可能同齐存在。所以就变成明与暗对，这个阴与阳对也是同款。那咱普通这个阴甲阳，将这个阴当作讲作是女，阳呢当作就是男。你看这个男女呢，男将就是男将，女将就是女将。男性甲女性呢，这绝对是对立的物件。绝对无一个人讲也记住着。男性记住着女性，那这个就不正常啦，毋是一种正常的状况。那这个阴阳，若是讲一般的社会，尤其是咱古早这个铁学内底比如讲金木水火土啦，或者是讲阴阳等等啦，有一款这个铁学的道理啊。那这阴甲阳这两物件，这也是一种对立相反。这个水甲火这也是一种相克的物件。水甲火，倒一项的势力若较大，就是绝对去克服对方。水甲火呢，也无可能讲同齐存在。譬如讲，火伫咧倒，你这水呢，甲泼落去，迄个火呢是一丝仔尔，水真济甲泼落去，迄个火绝对是化去。甲人讲，迄个火伫咧倒，水是一丝仔，火是足济，你甲泼落，迄个火，迄个水去互火甲烧焦去。所以有水的所在就无火，有火的所在就无水。水甲火呢，这是相克相对物件。那这呢，就是咱世间法，就是讲山河大地无情的五对，再讲做处事五对呀。最虔诚听众，就请咱各位暂等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